你看元朝了，你看金呢、李真人的金呢、满洲人的清呢，清没有啊，清就是晋啊，蒙古人的元呢、你看，他国号都还有明朝，你看国号都是参考这个易经呢，易经的乾卦，乾呢天呢，表示这个天神啊，君权神授那种观念呢、神授了天命的，表示有天命的了。你看，乾代表天嘛，中啊，你看中华民国的中也是啊，你看